大家好，歡迎收睇原案錄。有冇諗過你每日返屋企休息瞓覺嘅地方，其實一直住緊另一個人？今日同大家講解嘅案件發生喺2017年嘅江蘇蘇州，一個20歲出頭嘅女仔喺新租嘅單位入面住咗2個月。雖然間中聞到陣陣惡臭，但佢從來冇諗過，原來自己一直以來同一具屍體同居。喺2017年8月30號早上8點左右，蘇州市公安局觀前派出所收到一個業主報案。報案人黃女士表示，一名租客方某已經失蹤咗3個幾月。以下我哋將租客方某稱呼為小方。其實早喺5月中旬已經聯絡唔到呢個租客小方，但當時佢並無報警。黃女士話，小方由2016年5月開始租住，簽約1年。喺租住期間，小方經常拖欠房租。去到2017年5月，又到咗交租嘅日子，小方突然人間蒸發。黃女士當時估對方可能係為咗避租，所以先至冇報警。不過喺小方失聯之前，黃女士曾經打過一次電話俾佢。小方喺電話入面答應會準時交租，但過咗幾日之後就音訊全無，再聯絡唔到。業主黃女士見對方又無故失蹤，覺得好氣憤，所以喺2個幾月前透過中介將單位轉租咗俾一名姓郭嘅女租客。小郭大約24歲，一個人喺間房住咗2個幾月。黃女士今次報警，一方面係擔心小方嘅安危，另一方面係想透過警方協助下，將小方留低喺屋入面嘅私人物品雜物搬走，以免日後會產生糾紛。消失嘅訪客小方，當年29歲，係江西省上饒市人。喺同事身邊眼中，小方係一個喺歌舞廳幾受歡迎嘅女仔。點解小方喺失蹤咗3個月裏面，同事冇察覺，業主亦都係依家先至報警？呢度反映咗當時租務市場嘅一個現實。黃女士當時第一反應並唔係擔心小方出事，而係覺得小方想避租，甚至更換工作地方。因為聯絡唔到小方，黃女士就喺6月時揾人上門清潔。當時屋入面雖然有一股講唔出嘅怪味，但因為正值蘇州嘅梅雨季節，加上係1樓嘅舊樓，大家都以為係死老鼠或者下水道反味，並冇深究。為咗減少損失，黃女士好快就透過中介將呢間唔夠40平方米嘅單位轉租咗俾一名24歲嘅郭小姐。郭小姐就係咁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搬咗入去住，直到8月30號，黃女士見小方一直冇出現，加上想合法咁處理屋入面留低嘅私人物品，先至決定報警。警方接手之後，首先去咗小方工作嘅歌舞廳調查，負責人同同事都表示，小方已經3個月冇返工，亦冇同任何人聯絡。喺歌舞廳呢個行業，突然轉場係好平常嘅事，所以大家當時都以為佢只係轉咗第二間舞廳揾食。當警方聯絡到小方遠在江西鄉下嘅老公時，發現連丈夫都好耐冇小方消息。一個有穩定工作、有家庭嘅人，點會無故失蹤？突然冇晒所有聯繫，辦案民警開始感覺到事情唔簡單，於是將小方列為失蹤人士，並通知其丈夫趕嚟蘇州。9月6號，丈夫抵達蘇州，佢絕對冇諗到，聽日佢會親手揭開一個令佢一世都忘記唔到嘅恐怖真相。出租屋位於蘇州姑蘇區一個老舊小區嘅1樓，總面積唔夠40平方米，入面嘅裝修好簡陋。除咗基本家具之外，最引人注目嘅就係個入牆式衣櫃。業主黃女士表示，小方所有嘅私人物品都喺入面，仲用膠帶封實。喺民警嘅陪同下，小方老公撕開咗衣櫃上面層層疊疊嘅透明膠帶。個櫃門雖然得半米闊，但一打開之後，大家先發現入面嘅結構好特殊。衣櫃分為上下2層，上層擺放嘅雜物一目了然，但下面嗰層竟然係向牆身內部打橫延伸，
形成一個長大約3米、闊2米、高1.5米嘅巨大儲物空間，入面甚至可以容納2個成年人，空間大到令人心寒。小芳老公探身入去個黑暗嘅儲物空間，開始清點小芳私人物品。佢一邊搬開雜物，一邊向深處摸索。突然佢對民警表示：我摸到啲感覺好似頭髮嘅物體。民警憑住職業直覺，即刻感覺到事態嚴重，馬上叫所有人撤出屋外，並通知刑警大隊。當偵查員帶住專業照明設備進入儲物櫃深處時，喺陰暗潮濕嘅角落，發現咗一個詭異嘅柱狀物體。兇手先用厚厚嘅被鋪將屍體緊緊包裹，等棉被吸收咗屍體腐壞所產生嘅液體，從而減少異味流出。然後喺包裹頭尾兩邊分別套上黑色厚膠袋，最後再用大量嘅透明膠帶，密不透風咁將成個包裹纏繞幾十圈。當民警合力將呢個同人體高度相似嘅包裹抬出嚟，喺現場一層層剪開膠帶、拆開棉被之後，一具已經高度腐爛嘅女屍出現在眾人眼前。根據屍體腐化程度同當地炎熱潮濕嘅氣候判斷，死者已經死咗好幾個月。經法醫鑑定，死者證實就係失蹤嘅小芳。致命傷係頸部同左前胸嘅銳器刺傷，傷口乾脆利落，顯示兇手作案時非常殘忍冷靜。兇手嘅冷靜唔單止體現喺藏屍手法，佢仲喺作案之後將成個現場清理過一次，清除咗大部分血跡同掙扎痕跡，然後先鎖門離開。就係因為呢種極致嘅偽裝，加上棉被同膠帶嘅密封作用，導致屍體喺呢間屋入面住咗3個月都冇人發現。最令人細思極恐嘅係，新租客小郭就喺距離呢個秘密包裹唔夠2米嘅地方生活、食飯、瞓覺，足足2個月。佢完全冇諗過自己每日相對嘅衣櫃深處竟然藏住一具腐爛嘅屍體。警方隨即排查所有出入過該單位嘅人士，包括業主黃女士、房產中介以及新租客小郭。小郭性格單純，佢喺6月底搬入嚟嘅時候，雖然都曾表示聞到屋入面有一股模糊嘅異味，亦曾經懷疑過係由衣櫃裏面傳出，但佢從來冇諗過要去打開，因為當時業主同中介都嚴肅提醒過佢，話裏面有上手租客留低嘅私人財產，嚴禁擅自打開，否則日後有損失要佢負責。小郭因為怕惹麻煩，加上衣櫃被透明膠帶封好密實，佢就咁樣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同一具腐爛嘅屍體隔住一道櫃門，相處咗足足2個月。喺居住期間，小郭途中表示過因氣味越嚟越大，向中介反映過。中介之後揾咗一名保潔阿姨嚟清理打掃。保潔阿姨到場後並冇發現衣櫃入面嘅異樣，反而將臭味歸咎於老舊小區嘅通病。下水道反味，當時正值5至7月嘅梅雨季節，蘇州當地氣候非常炎熱且潮濕。喺呢種老舊住宅區，老鼠、小動物死喺暗角，散發臭味係好平常有嘅事。加上潮濕產生嘅霉味，令到保潔阿姨、中介甚至業主都選擇咗合理化呢種惡臭，只係簡單咁開窗通風，噴下空氣清新劑就了事。由於經過多方人士喺案發後3個月內頻繁進出並多次打掃，原本嘅犯罪現場遭到了破壞，好多現場證據都已經消失。再加上案發時間過得太耐，老舊社區嘅監控錄像亦一早被覆蓋，令到警方嘅偵破工作陷入僵局。然而警方並冇放棄，偵查員喺凌亂嘅現場進行咗細密嘅勘查，終於喺屋入面一處唔起眼嘅角落，發現咗一卷兇手用剩、隨手丟棄嘅透明膠帶。技術人員喺膠帶入面成功提取到咗一枚唔屬於屋內任何相關人士嘅完整指紋。呢枚隱藏喺膠帶深處、被兇手遺忘嘅指紋，
成為咗呢單藏屍案真相嘅唯一鎖匙。隨住調查深入，警方發現小芳嘅社交圈子遠比想象中複雜。佢身邊圍繞住唔同年齡同背景嘅男性。第一個進入警方視線嘅係67歲嘅蘇州本地人老某。老某同小芳維持咗一段長時間嘅情人關係，每個月都會提供生活費。據鄰居反映，老某出入小芳住所嘅次數最頻繁。兩人喺5月初曾因小芳與另一名潘姓男子關係過於親密而爭吵過，隨後陷入冷戰。然而經指紋比對，老某同潘某嘅指紋都同現場膠帶上嘅完全唔吻合。警方意識到小芳身邊仲隱藏住其他神秘嘅角色。呢個時候，小芳歌舞廳嘅姊妹提供咗一條線索。佢哋話小芳喺出事前會時常甜言蜜語咁提起一個新男朋友。小芳形容呢個男人大約30歲，東北人，五官端正，最重要係對佢溫柔體貼到極點。小芳當時表現得非常投入，甚至同姊妹講佢已經打算同呢個男人買樓結婚，過安穩日子。但奇怪嘅係喺小芳失蹤之後，呢個溫柔男友竟然連一個報警電話都冇打過，甚至同小芳一齊人間蒸發。警方隨即對小芳嘅通訊記錄進行深度挖掘，發現佢同一名大連籍男子黃某聯絡極其頻繁，兩人喺聊天軟件入面以戀人相稱。警方進一步調查發現，呢個黃某並非小芳口中嘅成功人士。佢喺2013年曾因詐騙罪被採取過刑事強制措施，檔案庫入面留有佢嘅指紋。當警方將黃某嘅指紋同現場嗰卷透明膠帶上提取到嘅指紋進行比對時，結果顯示兩者完全一致，揭開咗溫柔男友黃某就係殺害小芳並將佢藏屍衣櫃嘅真兇。鎖定黃某之後，蘇州警方喺全市範圍發佈懸賞通告。幾日之後，一間餐廳嘅老闆報案，話佢店入面新嚟嘅廚師同通告上嘅黃某生得好似。呢個男人平日少言寡語，性格孤僻，除咗做嘢幾乎唔同人交流。2017年11月10號下晝5點，警方喺餐廳周圍秘密布控，趁住營業結束，將黃某當場拘捕。黃某被捕後，好快就交代咗殺害小芳嘅犯罪事實。黃某供述，佢同小芳喺2016年初相識，為咗討好小芳，原本只係普通打工仔嘅黃某，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好有錢嘅富二代，對小芳幾乎係有求必應。黃某每個月會俾3000蚊生活費小芳，甚至想將賺到嘅錢全部交晒俾佢。小芳當時確實被黃某嘅闊綽同溫柔打動咗，但隨住時間推移，小芳發現黃某並唔係想象中咁有錢，而黃某微薄嘅人工亦根本支撐唔到小芳大手大腳嘅消費，兩人之間嘅矛盾開始升溫。2017年5月16號朝早8點，黃某又因為錢同感情問題喺出租屋入面同小芳發生激烈爭吵。黃某當時仲天真到諗住叫小芳同佢返東北大連過日子，點知小芳喺火遮眼底下竟然爆出一個令佢崩潰嘅真相：我根本唔係單身，我喺鄉下一早有婚姻家庭。黃某覺得自己嘅感情同金錢都被小芳當成笑話咁欺騙，一怒之下佢喪失理智，將小芳捆綁並殺害。殺完人之後，黃某並無驚慌逃跑，反而表現出異常冷靜，將屋入面嘅血跡同掙扎痕跡仔細打掃咗一遍。隨後佢利用屋入面嘅棉被、黑膠袋同透明膠帶，將小芳嘅屍體密不透風咁包裹成柱狀，並塞入衣櫃深處嘅死角位。處理完一切之後，佢好似如常咁鎖好櫃門，離開現場，繼續喺蘇州嘅餐廳做廚師，直到警方上門嗰一日。
2018年12月24號，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黃某死刑，緩期2年執行。呢單案最令人感慨嘅，除咗係兇手嘅殘忍，仲有嗰份對人性嘅漠視。小芳以為揾到真愛，黃某以為揾到歸宿，結果一個大話掩蓋另一個大話，最後演變成一場悲劇。而嗰個無辜嘅新租客同屍體共處一室2個月，呢份陰影恐怕一世都揮之不去。正如古語所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衣櫃雖然封得住屍體，但封唔住罪惡嘅氣味。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我哋下期再見，拜拜。